好，大家好，我係 Mr. Evan So，今日會為大家講解呢就係 HKDSC Sample Paper Mathematics Core Paper 2 Section 8 Question 15。咁呢個 paper 呢，可以喺考評局以下呢個網址裏邊揾到㗎。請留意畫面嘅上高嘅信息。如果你係未掌握到我做呢輯 video 嘅理念，又或者如何正確地使用此 video，請你 pause 咗個畫面。Otherwise we can go on。咁第15題就係講呢一個嘅approximation value 啦，或者 approximated value 啦。咁我哋首先呢就要理解啦，逢係量度呢都會有個誤差出嚟嘅。咁喺關於量度嘅最大誤差呢，我哋就話個計算方法如下 ：maximum absolute error 就係兩個刻度之間除以2，咁搞掂㗎啦。OK， 咁如果嗰個量度係準確至 cm 嘅話呢，咁就會有0cm、1cm、2cm、3cm 啦。咁無論係0、1、1、2、2、3，佢中間呢兩個刻度中間呢都係爭1cm 嘅啫。咁我哋就話啦，喺呢個情況底下，嗰個最大絕對誤差就會係0.5，因為1cm 除以2 0.5，得唔得？咁由於呢條呢，我就唔想因為文字影響咗其他做中文卷嘅學生聽唔到，咁所以我都擺翻個中文解釋喺度。咁相對誤差，我成日都會同啲同學仔講嘅。嗱，你假設啦，你量度一個 coin 一個硬幣咧，你嘅最大絕對誤差咧就係0.5 cm。你量度一道門咧，用翻同一把間尺啦，一道門就2 cm， 你量度嗰個最大絕對誤差咧又係0.5 cm。咁到底2米同0.5 cm 同埋2 cm 同0.5 cm 邊個影響大啲呢？咁啲同學仔話梗係0.5 over 2個影響大啲啦，得唔得？咁呢樣嘢咧就係 relative error 嚟嘅。OK， 咁 percentage error 咧其實就係 relative error 乘1%。點解？好簡單嘅啫。你走落個街市同個師奶講，有個誤差喺度，個誤差咧就1 over 80，咁佢就會第一句鬧你啲黐線嘅，得唔得？但係如果你同佢講話，喂，有誤差㗎。個誤差咧，當我撳完計數教你聽下。個誤差咧就係1.25%。咁啲師奶話：哦，咁個影響都好細啫，得唔得 ？OK， 咁即係唔識數學嗰啲人咧，你就俾百分率佢就明㗎啦。OK， 好啦，由於啦今次啦，我哋要計一個三角形嘅absolute error 啦，maximum absolute error。OK。咁當然啦，你每量度一次個最大絕對誤差就係0.5，咁你三角形就3條邊㗎，咁你咪需要做3次嘅量度啊？咁你嗰個最大絕對誤差就每一次量度你都會創造咗呢個最大絕對誤差出嚟㗎嘛？咁你量3次，咁咪即係有3個最大絕對誤差咯，得唔得？所以我就將0.5 cm 乘以3就係 1.5。咁所以咧今次呢一個周界個 parameter 嘅 percentage error 咧就會係3，由於個 parameter 係由3個嘅量度組成嘅，就係15、24、25，得唔得？而佢又喺嗰個量度嘅過程中產生咗3次嘅最大絕對誤差，就 1.5。咁所以咧，我哋 1.5 就 over 翻嗰3個量度，再乘翻 1%， 再取埋近似值，就會揾到嗰個 percentage error 咧就係 2.3%。OK。咁好多謝大家收聽啦，有咩問題可以揾我，再見，拜拜。又講再見，拜拜嘅。